所胸，也要怕米干了嘛年，本一娘你功德虚用，每天接给脑啦，想定怕嘛你里面就，和你这里嘛是用你功德虚用。这位千秋千秋难把，不求他若相从三年，且能普心就就难难，难心从必地心相拥，所难免必本意，各君们言出故属样，这位千秋难。也有怕米干了嘛年，本应让你功德虚用，每天接给脑来，想定怕嘛你里面讲，本应真理嘛是让你功德虚用，功德结为。真的好好听。